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养生频道，我是大家的健康守护者。每一天早晨，当阳光洒进窗台，相信很多朋友的第一个习惯动作，就是走到厨房为自己冲泡一杯香气四溢的咖啡。在台湾，咖啡已经不仅是一种提神的饮料，它更是一种生活仪式，一种开启美好一天的钥匙。但是爱喝咖啡的您，请先稍等一下，暂时放下您手中这一杯正在冒着热气或者是加了冰块的咖啡。你有没有认真思考过一个问题？为了我们的健康着想，这杯咖啡到底是该趁热喝比较好，还是放凉了再喝呢？或者是像现在年轻人流行的那样，喝冰咖啡更好呢？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味选择问题，这背后隐藏着关于我们身体代谢与吸收的科学秘密。最近国外最新的科学研究给出了惊人的发现，冷咖啡和热咖啡，虽然它们的外观看起来一模一样，原料也都是咖啡豆，但它们进入我们身体后产生的健康效益竟然有着天壤之别。这个听起来是不是很不可思议？简单来说，如果您喝对了温度，这杯咖啡就是帮助您体内抗氧化、清除自由基、预防衰老的超级长寿饮。但如果您喝错了，不仅白白浪费了咖啡里最珍贵的营养精华，甚至还可能因为错误的摄取方式，给身体带来不必要的负担和毒素。更重要的一点是，咖啡虽好，却不是神仙水，并不是所有人的体质都适合喝咖啡。特别是上了年纪的长辈，或者属于某些特定体质的朋友，咖啡对您来说可能不是良药，而是催命符。千万要少喝，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是完全不能喝的。您是不是这其中的一员呢？您的身体状况是否允许您享受咖啡的美味？请赶紧花几分钟宝贵的时间，跟着我们今天深入浅出的内容对照一下，了解自己的体质。千万别因为一杯小小的咖啡，在不知不觉中把宝贵的身体给喝坏了。在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，如果您觉得我们分享的健康资讯对您有帮助，请不要吝啬您的鼓励，给我们点个赞，或者在留言区输入1或喜欢。您的每一个互动都是对我们持续创作优质内容最温暖的支持。同时也请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并将这份健康的知识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亲朋好友，让大家一起变健康。第一部分，冷热大对决，身体更喜欢哪一种？我们先来解决大家心中最大的疑问，也是争论已久的话题。从健康医学的角度来讲，我们的身体器官究竟是更喜欢热乎乎的咖啡，还是冰凉透心的冷咖啡呢？现在市面上，特别是在台北东区、信义区这些年轻人聚集的地方，非常流行一种叫做冷萃咖啡 （cold brew） 的饮品。大家去全联、家乐福或者星巴克这类连锁咖啡店，可能都见过它的身影。这种咖啡的制作工艺与传统不同，它是用冷水经过长时间，通常是12到24小时慢慢浸泡萃取出来的。很多商家为了推销冷萃咖啡，在宣传时都会特别强调说，这种冷萃咖啡的好处是酸度极低，绝对不伤胃，喝了之后不烧心、不反酸。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非常有科学道理，对吧？因为我们直观地认为，热水冲泡会释放更多酸性物质。很多中老年朋友因为常年肠胃功能比较弱，一听到不伤胃这3个字，马上就心动了，觉得这就是为自己量身定做的咖啡。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美国著名的汤马士杰佛逊大学 Thomas Jefferson University 的研究团队为了验证这个说法，做了一项非常严谨的科学对照研究。他们专门就是为了搞清楚
这个冷咖啡和热咖啡在化学成分上到底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？是不是真的像广告说的那样深？研究结果出来后，让许多咖啡爱好者和专家都大跌眼镜。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精确测试了2种咖啡的 pH 值，也就是酸碱度。结果发现，不管是用接近沸腾的热水快速冲泡出来的热咖啡，还是用冷水经过10几个小时长时间浸泡出来的冷萃咖啡，它们的 pH 值数据几乎是一模一样的，都在4、85到5、13之间。这也就是说，从化学酸碱度的角度来看，它们的酸度其实是差不多的。如果您是因为怕酸、怕烧心而特意去花大钱买比普通咖啡贵好几倍的冷萃咖啡喝，那很遗憾地告诉您，您可能有点像是在缴智商税了。在刺激胃酸分泌，导致胃部不适这方面，冷热咖啡其实是半斤八两，区别真的微乎其微。胃酸过多的人喝冷的还是热的，其实都会受到差不多的刺激。关键的胜负手，抗氧化剂。但是虽然在酸度上两者打了个平手，但在另一种对健康非常关键的好东西上，热咖啡锂的含量却要远远高于冷咖啡。这个决定性的关键成分就是抗氧化剂 （antioxidants）， 特别是咖啡中富含的绿原酸 （chlorogenic acid）。大家常听各种养生节目、医生访谈里提到抗氧化、抗衰老，都知道这抗氧化剂可是个对抗岁月侵蚀的宝贝。为了让大家更好理解，您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身体里的清洁工或者皇家护卫队。人一旦上了年纪，身体在进行新陈代谢、呼吸氧气的过程中，会自然产生很多废物，我们称之为自由基 （free radicals）。这些自由基就像是体内的恐怖分子，它们非常不稳定，会到处攻击，破坏我们的正常细胞，引起慢性的发炎反应，加速皮肤和器官的衰老，甚至可能破坏 DNA， 最终诱发癌症。而咖啡里的抗氧化剂就是专门负责清理、中和这些自由基，收拾这些坏东西的英雄。研究发现，温度的魔法就在这里。用热水快速冲泡咖啡，高温能够像一把钥匙，更有效地打开咖啡豆的细胞壁，把里面更多的抗氧化剂给强行逼出来，溶解在水中。而冷水萃取虽然时间长，但对这个总深层营养的提取效率却远不如热水。多项大规模的流行病学和科学研究都已经证实了，长期适量喝热咖啡的人，在降低患某些癌症，如肝癌、大肠癌风险、预防第2型糖尿病，甚至预防阿兹海默症和忧郁症方面，效果要比喝冷咖啡的人好得多。所以，这第一局的健康比拼，热咖啡完胜。对于想要透过喝咖啡来养生、防病、延年益寿的中老年朋友来说，一杯热乎乎的咖啡绝对是您不可替代的首选。第2部分，味道的真相，舌头的骗局。讲完了健康成分，我们再来聊聊大家都关心的味道。喝咖啡毕竟也是为了享受那份香醇。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验？早晨刚冲好一杯咖啡，趁热喝的时候，感觉真香，口感非常顺滑，吞下去喉咙都很舒服。但是，一旦忙着接电话、回讯息，忘了喝，等它放凉了，再回头喝一口，哎呦，怎么感觉片这么苦，或者是怎么片得这么酸涩了？很多人会以为是因为咖啡放凉了就氧化变质了。其实，在短短半小时内，它并没有变质，而是我们的舌头和大脑被温度给骗了。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体生理现象，值得我们好好了解。人的味觉其实非常神奇且复杂，味蕾对味道的感知敏感度会根据
食物温度的变化而发生剧烈的改变。我们的大脑会选择性地接收不同温度下的味觉信号。苦味的秘密。先来说说苦味。大家都知道，俗话说良药苦口，但实际上没人天生喜欢吃苦，这是生物进化的本能，因为自然界中很多有毒的东西都是苦的。科学家发现，人类的味蕾对苦味的感知，在高温的状态下是会变得迟钝的，不太明显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喝中药的时候，中医师都嘱咐一定要趁热喝，一旦凉了，那个苦味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，味蕾会完全接收到苦的信号，直接冲到脑门上，让人难以下咽。咖啡也是同理，很多市面上品质一般的商业咖啡，烘焙过度或者豆子品质不好，本身焦苦味很重。趁热喝的时候，高温帮大家屏蔽了一大部分苦味，让我们觉得还能入口。一旦放凉了，那股子焦苦味、杂味就全部跑出来了，原形毕露。甜味的黄金温度。再来说说甜味，大家可能觉得我不放糖，哪来的甜味？其实高品质的阿拉比卡咖啡豆本身是带有一种淡淡的迷人的果甜味，我们称之为回甘。这一种细微的甜味，在太烫超过70度的时候，舌头是被烫麻木的，根本尝不出来。在太凉低于10度的时候，味觉神经也会被冻得迟钝，也不明显。它有一个黄金感知，温度大概就是摄氏35度到40度左右，也就是跟我们人体体温差不多的时候，或者稍微高一个点，都是甜味是最突出的。诚实的酸味。至于酸味，他是个老实人，不管冷热，他都在那儿，不太受温度影响。行家的品鉴之道，这就解释了一个咖啡界的行话现象味。什么真正的咖啡？行家都说，要判断一杯咖啡是不是好咖啡，你得等它凉了再喝。如果是劣质咖啡，凉了以后高温屏蔽消失，苦味爆发，甜味却没有凝就，会觉得又苦又涩，像在喝中药，难以下咽。但是如果是高品质的精品咖啡，当温度降下来之后，虽然苦味稍微出来了一点，但那个隐藏的甜味在35到40度的时候也达到了高峰，甜味汇中和苦味和酸味，您反而会觉得，咦，怎么凉了之后层次感更丰富，甚至偏甜了呢？给中老年朋友的品饮建议。所以给各位中老年朋友的建议是，大家平时喝咖啡不用像品酒师那么严肃，但我建议您尝试一种全过程喝法，这样最养生也最享受。闻香刚冲好70、80度的时候，千万别急着大口吞，那是烫猪皮呢。超过65度的热饮会损伤食道黏膜，长期下来是食道癌的隐患。这时候先闻香气、热气，蒸腾时香气最足，能愉悦大脑。小啜，稍微吹一吹，等到60度左右，小口抿一下，感受热度带来的温暖流遍全身。慢饮最关键的是，别一口气喝完，牛饮留一半，一边看书看电视，一边让它慢慢降温。您会发现，随着温度降低，那杯咖啡里的酸甜苦在嘴里打架变化，这才是品咖啡最大的乐趣。第3部分，心理的温度，暖手也暖心。除了身体的生理反应和味觉的享受，咖啡还跟我们的心情、季节，甚至是人际关系的心理学有关。现在的年轻人夏天特别喜欢喝冰美式、冰拿铁，图个爽快。冰咖啡里的咖啡因吸收快，确实能瞬间提神醒脑、降温解暑，这对于年轻人来说没问题。甚至有研究说，冰咖啡能稍微降低一点心脏病的风险，大概8%左右。
但这可能与年轻人的代谢快有关。但是对于中老年人，我还是更强烈推荐热咖啡，尤其是在秋冬季节，或者当您感觉心情郁闷、孤独的时候。著名的权威学术期刊《科学》Science 杂志上曾经发表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心理学研究。研究人员发现，人类的生理感知和心理感知是紧密相连的。温暖不仅仅是一种物理感觉，更是一种心理感觉。研究表明，当一个人手里捧着一杯热饮，譬如热咖啡的时候，手掌感受到的物理温暖会通过神经传导给大脑的脑岛区域 insula， 这个区域也负责处理社交情感。大脑会被欺骗，误以为这种温暖来自于周围的人际关系，因此手捧热饮的人在心理上也会变得更温暖、更柔软。简单说就是，当您手里捧着热咖啡时，您看周围的人都会觉得更顺眼、更亲切，您的心胸会更开阔，对别人的错误会更宽容、更慷慨。上了岁数的朋友，子女可能不在身边，有时候难免会觉得孤独，或者心里堵得慌、空落落的。这时候，与其自怨自艾，不如给自己冲一杯热腾腾的咖啡，闻着那个焦香味，双手环抱着杯子，感受那个传递过来的温度。这真的是一种成本最低、效果很好的心理慰藉，它能帮咱们缓解压力、释放焦虑，让心情偏好。而且前面我们也说了，热咖啡抗氧化剂多，那实实打实的防癌、护血管的小卫士，真的是身心双修。第4部分，酒类人的禁忌，咖啡虽好，不是人人能喝。好了，前面说了热咖啡这么多好处，又是抗癌又是暖心，但我们作为负责任的健康频道，必须的客观全面。咖啡虽好，它毕竟不是神药，更不是适合所有人的温开水。咖啡里面含有咖啡因、caffeine、单宁酸、tannins、油脂等强效物质，对于年轻力壮、代谢旺盛的年轻人来说，这些可能都是优点，但对于身体机能逐渐下降、患有各种慢性病的中老年人来说，这些成分可能就是治病的根源。请大家务必认真对照一下。如果您属于以下这9类高风险人群，建议您一定要少喝，甚至最好别喝。这不是开玩笑，是一生的忠告。1、严重睡眠障碍的人，这个大家都能理解。但原理您知道吗？咖啡因之所以能提神，是因为它能阻断大脑里一种叫腺苷 adenosine 的物质。腺苷是身体累了的信号，它累积多了，我们就会想睡觉。咖啡因抢先占领了腺苷的接收器，让大脑收不到累的信号，误以为自己还很精神。如果您本来就入睡困难，躺床上翻来覆去像煎鱼一样，或者半夜容易醒，醒了就再也睡不着，那就别碰咖啡了，特别是下午2点以后，绝对不要喝。老年人的肝脏代谢功能偏慢，年轻人可能4小时就代谢掉咖啡因，但老年人体内可能转悠7、8个小时，甚至12个小时都排不干净。下午喝的一杯咖啡，到了半夜2、3点还在刺激您的大脑，直接摧毁您的睡眠品质。2、心律不整、心律失常患者，很多老年朋友心脏不太好，有心房颤动、房颤或心室早期收缩、早搏，喝完咖啡心跳加速、血压微升是正常的生理反应。但如果您本身心脏的电路系统，也就是电信号就乱了，咖啡因这种类交感神经兴奋剂可能会加重这个混乱，诱发严重的心悸、胸闷甚至晕厥。建议如果您喝完觉得心慌得厉害，心跳像要跳出来一样，必须立刻停止饮用。如果只是轻微的不适，每天别超过1杯咖啡因控制在200毫克以下，但也得看您的心脏科医生
准不准您喝？3、慢性胃病患者，胃食道逆流、胃溃疡，咖啡因和咖啡油脂会刺激胃壁细胞分泌更多的胃酸。更糟糕的是，咖啡因会让食道和胃连接的那个阀门，也就是闭门，括约肌 LES 变松弛。正常情况下，这个阀门是关紧的，防止胃酸倒流。如果你有胃溃疡，或者经常感觉火烧心、喉咙有酸水，典型的胃食道逆流症状，喝咖啡那就是雪上加霜。它会让您的胃酸更多，阀门更松，逆流更严重，烧灼感更强烈。这时候，温开水、山药汤才是您最好的养胃饮料。4、大肠激躁症 IBS 患者，也就是俗称的玻璃肠胃，经常拉肚子的人，有的朋友肠胃特别敏感，吃点凉的、辣的、油腻的就拉肚子，这叫大肠激躁症。咖啡因是一种天然的肠道刺激剂，它会促进胃结肠反射 gastrocolic reflex， 加速肠道蠕动，这对便秘的人是好事。所以有人喝咖啡治便秘，但如果您本身就爱拉肚子，咖啡会加巨结肠的剧烈收缩，让您跑厕所跑得更勤，肚子绞痛更难受，甚至导致脱水和电解质失衡。5、严重贫血的人，上了岁数，肠胃吸收能力差，造血功能也弱，容易缺铁性贫血。咖啡里有一个种叫多酚 polyphenols 和植酸单宁酸的成分，它们虽然抗氧化，但有一个副作用，它们特别喜欢跟食物里的铁元素结合，形成一种人体无法吸收的大分子沉淀物，把铁给绑架走，排出体外。注意，如果您贫血、脸色苍白、容易头晕，千万别一边吃饭一边喝咖啡，或者饭后立刻喝咖啡。想喝的话，至少饭后隔开1-2个小时，等食物里的铁吸收的差不多了再喝。6、骨质疏松患者，这点对更年期后的女性和老年人最重要。咖啡因有2个坏处，第一，它具有轻微的利尿作用，会增加尿液，里钙质的排出流失。第二，它还会干扰肠道对钙的吸收效率。老年人本来骨头就脆，骨密度低，怕摔倒、骨折。如果每天大量喝黑咖啡，超过3杯，钙流失会加剧，骨头会变得像饼钱一样脆。解决办法：如果实在戒不掉，想喝，别喝纯黑咖啡，往里面加全脂牛奶，做成拿铁。牛奶里的钙含量很高，能抵消掉咖啡因造成的钙流失，这样就安全多了，还能补充蛋白质。7、青光眼患者，这个冷知识很多人不知道。研究证实，摄入咖啡因会让眼压、眼内压在短时间内升高，持续时间可能长达90分钟。对于正常人来说，这点波动没事，身体能调节。但对于青光眼患者，视神经已经很脆弱，眼压升高那是大忌，会进一步压迫损伤视神经，严重了可能导致视野缺损，甚至失明。所以青光眼患者为了您的视力，请尽量远离含有咖啡因的饮料。8、正在服用特定药物的人，老年人常是药罐子，每天要吃好几种药，咖啡因可能会与多种药物发生交互作用。甲状腺药物如 levothyroxine 咖啡会降低药物吸收率，影响疗效。抗生素如 ciprofloxacin 会减慢咖啡因的代谢，导致您心慌手抖。支气管扩张、悸气、喘药本身就有兴奋作用，加咖啡会导致严重的神经过敏。骨质疏松药影响吸收。原则：吃药的时候只喝温白开水，千万不要用咖啡、茶、牛奶送药，
吃完药前后1小时也别喝咖啡，给药物一点安全的时间。9、更年期、绝经后且不常喝咖啡的女性朋友，如果年轻时候没喝咖啡的习惯，现在老了停经了，反而想赶时髦开始喝，那得小心，因为您的身体没有耐受性。突然摄取咖啡因，可能对更年期的血管收缩症状，如热潮红、盗汗、心悸，有明显的放大作用，对骨骼的冲击也比常喝咖啡的人更大。如果要喝，请从半杯低咖啡因开始尝试。第5部分，总结喝出健康长寿的智慧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关于冷热咖啡的学问，以及哪些人能喝，哪些人不能喝，今天我们聊了非常多。为了方便大家记忆，我们最后再来一起回顾总结一下今天的核心重点，请大家记在心里。关于温度，为了健康，为了获取更多的抗氧化剂率、原酸来防病抗癌，请首选热咖啡。为了口感的层次，您可以从热慢慢喝到温，享受那个味道的变化，但别喝凉透了的劣质苦咖啡。关于时间，上午是喝咖啡的最佳黄金时间，早上9点到11点，这时候皮质醇水平刚好下降，咖啡能发挥最好效果。下午2点以后，为了晚上的睡眠，就把咖啡杯收起来吧。关于搭配，大部分老年人还是缺钙的，喝咖啡的时候最好加点全脂牛奶做成拿铁，既好喝又能补钙，还能利用牛奶的脂肪，减少咖啡对胃黏膜的直接刺激，一举3得。关于量，凡事过犹不及，每天1到2杯，约240毫升1杯，是养生，每天当水喝，那就是伤身了。关于禁忌，请牢记，那酒类不适合喝咖啡的人群，严重睡眠障碍者、心律不整患者、慢性胃病患者、大肠肌躁症患者、严重贫血者、骨质疏松患者、青光眼患者、正在服药者，以及更年期后不常喝咖啡的女性。如果您在其中，请管住嘴，健康第一。咖啡是生活的调味剂，大家喝咖啡是为了享受生活、享受健康，而不是为了赶时髦或者伤身体。希望大家都能掌握这些小知识，喝出一杯真正适合自己的长寿咖啡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用，充满了钱货，别忘了给我们点个赞，把它转发给您身边喜欢喝咖啡的长辈和朋友们，让大家一起健康喝咖啡，远离误区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您的健康顾问，我们下期健康话题再见。